本土确诊病例一直增加，造成民众排队买快筛试剂状况，副议员罗坤浩真正看不落去，要求市长要有同理心。同时，考试1月份中央也并快筛预算关键洪都拉斯做人道救援，但对台湾人民却无做到超前部署，进一步要求台南要自救应变。同时检讨卫生局添购快筛试剂情形，呼吁苦民所苦。你报出来报到大细篇，讲你进口24万5千剂的快筛，个后来又追加了50万剂哦，嘛50万剂嘛吼，50万剂的那个快筛剂。是不是这样子？议员报告吼，迄20万，因为即马中央征收24万5千啊，4万5迄种饮料，迄是过一月时阵， 24万5千啊，剩的20万遐交货交不到一半，因为中央征收的关系。24万5千，尾个一个50万的呢。那50万，要不然因即马厂商还谈的是因为中央征收。你现在报出来报个大细篇，讲你59块，对不对？59块是迄阵4万5，迄阵1月时无要买，想阮先买啊。都进24万5啊。这个。即马就是互迄个居格的啦。24万5，个一个50万。我即摆问看你一个24万5，一个50万的，一套50万的。50万陆续交货中，14万5嘛，陆续交货中。讲个洋洋洒洒。大岛当中，台南是唯一无补助老人健保的城市，真侪议员到处要求咱嘛要有同款的待遇。12号市长已经答应将健保费甲敬老年金合并考量，今年度加发1000块。13号议员罗坤浩给嘉隆界当选将全民补助议案，再次要求市长表态。未来65岁以上的这老人，如果你未来若准做连任，阮谢龙介议员要参选市长，人已经卖牛仔来讲的，只要伊来当选市长，台南市65岁，有65岁以上的全民健保，由台南市政府买单呢，人已经讲出来啊呢。对。哦，你无法度，你到即马佫无材料讲。阮会逐步来增加。你莫甲我讲逐步，你个要做甲毋做安尼尔嘛？你逐步，你像甲你讲4档，你做4档到今年1万块一档，老人到65岁，一档将近1万块的全民健保。咱有32万。你多补1000啊，1万块多补到1000啊，你哪像甲老人当作囡仔？毋是。中央议员嘛爆料，地政局小工程科却伫市地中的发包专业管理工程，要求市府深入调查到弊端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